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初9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中第2选区立委补选结果已经出来，民进党候选人林静怡摕到88000多票，拍败国民党候选人颜宽恒。立委林昌做的罢免案，同意罢免的票较济，有54000多票，不过无到规定的58000多票，罢免案无通过。国内今仔日增加11个本土，有49个带病入境。一挂个案当中，有一位是机场人员看守咧做照护员，伊照顾的家庭嘛有3个人确诊。台中市第2选区的立委补选，民进党籍的候选人林静怡以88752票战赢这场选举。头拄6点的时阵发表胜选的感言，除了感谢伊的选民小天，伊嘛表示会担起责任，为台中的市民拍拼。这是我第1摆参选，时间搁遮尔啊短，这个选区搁真歹选。徛路口扫街，咱真侪咱民进党的党公职干部，甲咱基层的地方的主任、干部、支持者、志工，安尼一间一间去行，一间一间去拜托。这摆的这战是咱证明讲，民进党的团结是上好的证明。民进党甲咱所有的台派只有团结，才会当咱对咱的支持者负责，才会当互人民对咱会当信任。这拢毋是为着我本人，这是因为大家想要维护这个所在的民主，甲维护咱好不容易才在改变，才有机会开的一个芽。我们希望它可以开成一朵花，持续的成长。台中的这场立委补选，两边的票数是愈加真活。国民党的候选人颜宽恒落尾是输7800多票，输给林静怡。下晡5点40分，就伫咧竞选总部发表败选的感言。除了感谢伊的支持者，伊嘛恭喜对手林静怡当选，希望伊会当好好为地方服务。感谢咱所有支持宽宏的好朋友，感谢您，谢谢。而且宽宏嘛要感谢咱无支持宽宏的咱这好朋友。我龙头。因为恁无了解宽宏，可能嘛有宽宏做无够的所在，服务无好的所在，无周到的所在，所以恁无甲票投互我。未来宽宏会更加认真，更加拍拼。林静怡医师，恭喜你当选台中市第2选区的立法委员，希望你会当好好啊疼惜咱台中市第2选区，会当为第2选区来走创、来拍拼、来服务。希望你会当甲第2选区变成一个快乐、健康的一个好所在。今日的另外一场选举，立委林昌做的罢免案结果嘛已经出来啊。同意罢免的票是较济，有54000多票，不过无到规定的58000多票，所以罢免案是无通过。头拄林昌做出面感谢伊的选民，咱即马请记者郭碧君、谢桂林带咱来看现场的情形。市主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麦记者今麦伫咧台北市万家的立法委员林昌做服务处遮。咱会使看到，伫票数的部分，即马是同意票已经坐过无同意票，也毋过同意票是无超过门槛，也就是58756票这个门槛。根据这个结果，立法委员林昌做他拄有发表伊的看法，咱来看伊安怎讲。真正是面对一关搁一关，但是咱公道收掉咧。大家嘛看到台中的这个补选嘛收掉咧，你即马咱伫中正万甲同款嘛是收掉咧，因为咱嘛一直咧讲，其实这年外来真正台湾去互这罢免公道补选不甲足疲劳的。我们现在明天其实修宪委员会一整个礼拜都有很多修宪委员会，这是我们这一届里面非常重要。也因为疫情不断延宕的事情，那我也是修宪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我很多修宪委员会的委员们都一直等我回去开会。我上个礼拜真的为了这一整个反罢的事情，我们必须这个疲于奔命，来回立院跟
这些扫街的行程。我希望下个礼拜我们就可以赶快回去开会。我想已经有很多位立委讨论过这一系列的罢免的制度，包括例如说这个联署的造假的问题啦等等，我有看到蛮多的讨论。那所以我想等到这一些讨论比较成熟的时候，我们再来进行进一步的一些审议嘛。是林创组是表示讲，即阵大家拢是互用甲真忝，不过是讲明仔载又是爱继续上班，爱来拍拼。根据这个结果，林创组是会使继续保有伊的立法委员身份，而且伫伊刷落来任期以来是袂使搁对伊提出罢免的行动提案的。刷落来大家关注的焦点就会伫报复性罢免这搭。报复性罢免是讲为经高雄市长韩国瑜的罢免成功以后，刷落来高雄市议员黄这个罢免案到立法委员、经立法委员陈碧慧罢免案到即摆立法委员林创组的罢免案，这三个罢免案都互部分人士认为讲是报复性罢免。这个报复性罢免要按怎来暂停，还是讲有其他的看法，都是大家各党团未来爱关注的焦点。以上是来自现场上新的状况，今麦甲时间镜头交到给何叶平。台中立委补选今日在投票时阵，伫咧乌日的九德国小甲雾峰国小的投票所，发现有几多位民众伫咧门口采摄影机咧录影，甚至阁有发现讲有一位民众手拎捧一杯咖啡，毋过杯仔内底却是缀一台摄影机。中选会就表示，现场拢有搜证，若是查落去，应该爱处罚，就依法处理。我们要数看多少人进去就投票，我们等一下唱票，我们就要数嘛。讲是行使公民权，也要斗相共监票。规个自称是全民监票联名的人，透早伫乌一个九德国小投开票所设小型摄影机，对投开票所录影。我只是觉得你这样的行为很奇怪而已。我来投票，我要看，哎呦，我要被人家录影呢，人家会不会人家找我算账啊？有来投票人感觉真怪，向前理论，接到民众检举的台中市议员陈世凯家己天生，立委何心存赶紧来了解。不过录影民众坚持选罢法无规定，投票所4个30公尺内免录影，双方几摆冤家。因为你们说你们在数人头，那我们大家都数人头不行吗？你们为什么要数人头？你们回去要不要这样子扣人家来投票？摄摄影机的民众内底有一个婚姻人，互人发现手提咖啡杯仔怪怪。我跟你讲。详细一看，咖啡杯仔乌一个空，内底是闭路器。不过负责人依然强调，这是公民权利，无违法。这个部分涉及到的这个选罢法、社会秩序法以及刑法，我们通通会依据法律的一个规定来处理。除了九德国小，也民众检举伫雾峰国小有人用手机加小型摄影机伫投票所外口录影，这到底是毋是违法？专工进驻台中市选委会中选会副主委单条坚持讲，现场拢收证，应该调查、应该处罚的，拢会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来关心疫情的消息。今日国内增加11例本土，甲49例带偏入境。这11例本土个案当中，有2个是处理机场行李车的人员，阁有1位是人员的看守。这个行李车的人员的家后咧做照护员，嘛造成伊照顾的家庭有3个人确诊。目前甲桃园机场的群聚案有牵连的，已经有24例。桃园机场互相烧话，搁再扩大，已经指挥中心公布初九礼拜新增加11例新冠本土个案，包含2名8家进前确诊清洁人员，这共一交通车的同事，也有案例17308的2个厝内底人，其中案例17469是2岁以下的查某囡仔，这个囡仔也未做过有风险。1月8号，因为有出现发烧、呕吐的这个症状，所以也就安排送医去做采检。那采检出来是阳性，CT 值是34.6，也是算是病毒量偏低的一个情形。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有一个家庭互相烧话，互人较烦恼。有一个阿未满5岁查甫囡仔，因为发烧检查阳性，相关接触者列出隔离了后，发现有4个人确诊。加在经过调查了后，其中1个人是救护员。而这救护员的先生是伫机场工作的2辆刹车人员，同时间甲另外1名同事也伫机场确诊。这个互相烧话相关的人就6个人。他进到医院的时候，第一关他是做了快筛，那快筛是阴性，那医院可能在他们的专业的判断里面，所以再给他做了 PCR， 所以就是阳性被判断出来。另外，台北市团署防疫客运车司机确诊，个案是60多岁男性，捌做过2档的无得疫苗无症状，经过社区采检站采检才确诊。指挥中心评估应该是旧案，甲桃园机场的互相烧话是无关系。疫调是还没有发现他曾经载过这个确诊者啦哈。
不过还有再继续再去调阅那个一些它潜伏期比较久以前的一些足迹等等的，所以这个部分还没有很完整。由桃园机场互相收的检点相关，总计有24例。指挥中心认为，这阵认定是境外旅客团号案例17307，了这个维护其他的同事、出来的人、朋友等等。另外，防疫计程车司机案例17240是单独为着事件，所以桃园机场至少有3波的团链，有2条的团布链。至少有3波嘛，那传播链很清楚的，我们可以认定的就是2条传播链。那有几个个案，我们还在做最后确认，包括这个17414这个机场保全，那是怎么样得到的？考虑桃园机场互相烧话引发社区感染的事件，指挥中心也宣布，即日起调整台北、新北、贵人桃园、孝大社等交机构访客甲新进住民管理的应变做法。访客访视进前，应该出具3天内自费的检查阴性的证明。另外，也调整病医陪探病，也有医疗照顾人员管理的做法，来确保医疗量能会使来应用这个疫情。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机场昨昏开始扩大采检，前进指挥所的指挥官王必胜表示，希望今日进前会当甲9000个人拢检刷。另外，指挥中心宣布讲，要改变机场的采检方式，坐长途航班入境的旅客，要伫咧机场等到 PCR 结果出来是阴性的，才会当去检疫；若是阳性的，就会直接送病院。重点就是把手的部位。前防护赛防疫计程车司机用酒精喷车内，尤其车门手把车内隔板来回重复消毒的重点区，因为一经确诊者增加，机场所有工作人员礼拜六开始扩大采检，有3个临时采检处到礼拜1下晡已经采检超过6000人，真侪休困的员工也拢被叫回来。我们每次都会乘客下车以后都要做清消。然后上传那个照片给那个机场公司。回来的比较多，他是3号到16号入境旅客多。前进指挥所指挥官王必胜表示，希望伫礼拜1将所有人员拢体检完，不过因为各单位陆续汇报体检名单人数搁咧增加，若无采检完就延假拜日。扩大采检甲扩大人数增加，机场清扫人力可能会欠人。前进指挥所也要求机场公司要补足人力，人力的做一些调配。好，那如果需要的时候再派来支援的人力。那我也特别要求支援的人力对这里不熟悉，一定要经过教育训练。哈。指挥所这2天也咧了解机场内底动线可能感染风险所在。从这进前入境人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要改变当地航班入境采检政策，旅客以批下采检代替目前的침拿喉、喙烂，旅客要在机场等结果出来才去隔离的所在。如果能够把这个防疫的战线能够拉到更前面来，更早来，应该对这样的一个境外大量的移入的境外移入的 case 能够更早的发现，那及早的送到医院去。指挥中心表示，当地航班的风险较悬，严加采检。不过，因为牵涉采检动线，会规划机场内底适合的所在，也要避免旅客等待时阵交叉感染。并还要求赶快有国际线旅客入境的高雄甲松山机场，排班的防疫计程车司机拢要穿防护衫，或者是加装隔板才能载客。记者综合报道。咱头拄则讲到迄个确诊的照护员，计经有照顾8家庭。除了已经确诊的个案，其他的家庭拢爱隔离观察。桃园市府就呼吁民众赶紧去做防射。除了病院甲诊所，卖设30个社区注射站，按算拜3会开始运作。清洁人员赶紧来消毒，这间位在中立区的屋企超商有确诊者来5天。另外，大区的布丁公园也出动人员来大消毒，加强消毒游戏器具甲篮球场。同时，政府下晡公布3名确诊者捌去过所在，包含大润发中立店、汽车旅馆、羊肉路店、公有市场、市民活动中心，也有 7-11 这所在。有民众烦恼，因若捌去过这所在，不过也讲会使体谅境外移入带来这么多的确诊。会啊。那怎么办？尽量少来吧。境外移入的东西你也没办法，桃园就是国际大门嘛。你说你不让国外的国内回来过年也不对啊。西到桃园市一日新增加10例本土的确诊，拢甲桃园机场相关，包含2名清洁人员，也有清洁人员的2家人。另外，也有2辆塞车人员的团布链，对着机场拖到家庭互相烧话，包含1名照护员，总共是6个人。
通市卫生局坦白讲，消防员话着一开始是找无源头，加在后来发现是机场2辆塞车人员的假后，也不过已经接触8家庭了。到昨天晚上我们就比较放心说这不是不明的感染源。1月1号到1月8号，他有照顾8个家庭，所以这个8个家庭我们连夜给他匡列，那请他们去采检，那也给他做居隔。即阵也列出另外一名照护员，相关是接触8个家庭。通市长陈文灿指出，有机场人员确诊，就代表讲社区有人去围着。即阵要来扩大社区检查量能，除了217间医疗院所诊所，也设置30处社区的注射站。会在星期3左右都上线，市民大概有68万人。那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这个社区接种站来扩大。因应桃园机场家庭社区互相相互感染，桃园市推出强化2级的做法，总共6项。首先影响是过年前采买年会，市场会场也有百货公司停止试吃试用。另外，学校室内场所暂停借出去，相关据点停止服务，也是暂停1个月，并且要求各类基层的活动、大型的活动一路延到过年了后。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防疫计程车队验出一个温酱确诊，因为病毒量较少，所以讲台北市政府的台北市长郭文哲就认为讲是旧个案。因为防疫计程车司机接触的人多，台北市府就要求司机若是有酷扫等等的镜头，都袂使载人客。台北市设置车内所有采检站，爱运用过年回乡的大量回顾民众。台北市防疫计程车队也进行全面的采检，结果有一个60多岁计程车司机验出阳性反应。副市长黄珊珊证实，这个个案包小可加速症状，所以讲要求未来防疫计程车司机，若是出现症状就袂使载人客。也因为这个个案CT值大约是30，市长关门体检判是旧案。看起来好像是旧案呢，不过这样呢。最近在跟人讨论说，要不要把那个测抗体也列为一个审查的项目，这样会比较精确。不过这样呢，还是那一句话的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打第3剂的。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开放战术上有点不对，因为你让超过600万人有资格可以预约，哇，这个系统一定会击垮。Omicron 病毒株来势真凶猛，关门体认为防疫也是要回归科学。台北市防疫请求会根据中央的命令甲地方的资料来调整，无希望小可消息也是动静就下命令，冲击民生的经济，也是建议先注射第3档的疫苗，尤其是65岁以上的老人。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讲，防疫政策会随时来检讨。包括计程车现在已经全面在开打，那我们预估第3季满3个月，防疫旅馆的所有工作伙伴。在月底满3个月就会达到90%。我们也特别针对照顾国小以下的学童，包括幼儿、包括托婴的照顾者老师们，有将近48000人。我们在下个礼拜，只要满3个月，我们也尽速安排来施打。为了加强保护无打出疫苗的细汉囡仔，侯友宜指出，新北市幼儿园加国小教职员将近4万人，加托婴中心工作人员8000多人，会优先来安排注射第3档的疫苗。另外，新北市180名防疫计程车司机家己去检查，结果拢是阴性。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机场烧话案件当中，有一个防疫计程车司机已经做过3档有风险满14天，不过也是确诊，是国内头一个做过3档疫苗有源确诊的本土个案。新北市染疫的防疫计程车司机，一次属因误例进前捌注2剂 A 级疫苗，去年12月初5搁注第3剂莫德纳，加速国内第一例注3剂疫苗了后发生突破性感染的本土个案。你打预防针，你最重要的目的其实用来防重症、防住院、防死亡而不是在防有没有可能会突破性感染。因为一旦在流行的时候，打过预防针的人依旧是一样有可能会突破性感染。医师表示，国外研究看到任何疫苗拢可能发生突破性感染。不过，这名染疫计程车司机无症状，CT值较悬，显示做疫苗依然有效果。另外，这礼拜会有上大一波春节回乡潮，病院压力搁较大，专家建议机场人员最好是增加采检频率。对于比较亲密接触或者是同一个单位工作的人，可能需要再度采检，以避免说他呢在前后期的时候是没有测到病毒，但是事实上他有得到感染。
专家呼吁800几头民众，这礼拜爱较少去人济所在外县市民众，也爱减少来北部，甲千份人群接触，爱挂喙安保持1.5公尺以上社交距离，也建议赶紧去做疫苗，增加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疫情，根据国际媒体统计，今年到打这一礼拜，疫情数已经是比去年底更加严重。全世界每天的确诊人数已经翻倍，超过200万人确诊。法国巴黎街路出现示威游行，要求自由，反对政府的新的防疫政策。其他都市亲像马赛、图鲁斯甲波尔多等也有抗议活动。今仔是七月1天，全国有179场示威，总共有超过10万人参加。Et donc le fait d'avoir une décision autoritaire sur la façon dont on doit gérer notre santé, parce qu'il y a la liberté, mais il y a l'éthique derrière. 法国参议院目前在审查疫苗通行证法案，若通过，会伫15正式上路。新规定当中，只有完整组疫苗才能摕到通行证明。未来阴性体检报告无效力，正做强制要求全民做疫苗。另外，法国总统马克宏的话也引起反弹。Quand certains font de leur liberté qui devient une irresponsabilité un slogan, non seulement ils mettent en danger la vie des autres, mais ils restreignent la liberté des autres. Et ça, je ne peux pas l'accepter. 欧洲新冠疫情一直升悬，法国确诊人数过去24点钟增加30万例。英国是宣布全国死亡人数超过15万人，是全球第7悬。根据法新社统计，去年最后一礼拜全球平均每天有差不多100万人确诊，不过今年第一礼拜一天确诊人数已经有200万例，短短10天内增加1倍。在这当中，欧洲就占49%的确诊比例。瑞典王室七月证实44岁王储维多利亚公主确诊新冠病毒。声明中讲到，维多利亚公主已经完整做疫苗，这是伊第2摆染疫，目前甲亲人伫咧徛家隔离。这是自瑞典国王亡去了后，各王室成员确诊。目前瑞典饱受第4波疫情冲击，七一天新增加病例都超过7万。公司新闻王碧文评论。明仔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5度到21度，中部地区13度到24度，南部地区13度到26度，东部地区15度到23度。外岛地区12度到21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比，晚安，再会。